大家好，鑑於日趨嚴重嘅香港人中文水平下降問題，本台將會聯合香港中文廣泛普及統籌局（簡稱飯統），共同創作一個節目嚟促進同提高香港人嘅中文普及同利用程度，亦即係本期嘅10大中文甲金歌詞鑑賞。每期都會選出10首中文歌詞中嘅表者嚟同大家分享。咁事不宜遲，我哋馬上嚟倒數第10位。長城變作世界名勝，同樣也是長城，係嚟自謝霆鋒嘅《玉蝴蝶》。呢句使用咗逆向嘅頂真修辭手法，如果用數學嘅方法嚟化簡清減下面呢一句，就會得出一句非常正確嘅句子。長城即係長城，亦都令我明白到有啲地方變咗世界名勝，其實佢係冇變到㗎。就有如呢首《玉蝴蝶》裏邊所表達嘅內容，就算我出面點樣稱呼你都好，你裏邊都係一狗樣嘅。就算我俾面叫你一聲靚女，你喺我眼中都係一件；就算我俾面叫你一聲老闆，你喺我眼中仍然係一位肚滿腸肥嘅仆街；就算我俾面叫你一聲做特首，你喺我眼中仍然係一位中飽私囊，唔係忠心耿耿嘅共產黨員。情海翻波簡單過壞燈膽，係嚟自余文樂嘅《生還者》。歌詞以借代嘅方式，好淺白易明、精準咁樣表現到愛情嘅脆弱，係仿似電燈膽燒毀咁簡單。但係呢一句有少少問題嘅地方係，首歌係寫於2004年，而當時廣泛使用嘅燈膽主流係發光二極管 LED 同埋高強度氣體放電燈 High Intensity Discharge HID， 壽命最高可以去到1萬小時。以之合嚟講都有416.67日，咁如果即係計埋都係拍拖拍咗成年咁耐㗎啦，而且係講緊1年24小時都不停咁拍拖喎。如果一日淨係拍10個鐘嘅話，都有成1000日，差唔多3年㗎啦噃，咁都唔算好翻波，好脆弱啫。如果想精準啲，可以試下情海翻波，簡單過壞舊式鎢絲燈膽啊！春雪為閉幕退避，600套大褸剪碎都不氣憤，熱到只應該看醫生。駐津雪櫃閉目退避，600套大褸剪碎都不氣憤，熱到只應該看醫生，係嚟自小肥嘅12年沒有冬天。呢個以非常寫實嘅手法描述緊天口慶。熱到頂唔順，所以要剪爛晒啲衫，而都不氣憤。但係點解？我諗咗好多日，我都係諗唔通，點解要係600套，而唔係700，又或者唔係500？而且首歌名明明叫做12年沒有冬天啫，冇冬天都有春天、夏天、秋天啊嘛，冇咁熱啊嘛，唔使下下都住雪櫃啫，又唔係12年都係夏天。成首周星呢係嚟自古巨基嘅周星呢。由於呢首歌可觀可點嘅地方實在太多，所以唯有全歌奉上。尤其係，總之成首歌行文流水清新，獨樹一格，係樂壇中嘅一條清泉。無人關懷是誰大平賣親和？大平賣親和係嚟自側田嘅好人。林夕呢句高深嘅地方就係以大平賣嚟表示不計較嘅付出，然後用形容詞嚟作名詞用，將親和表作親和力用，足見功力。例如我哋都可以試下大平賣下其他形容詞嘅，例如話試下大平賣粗壯啊，可以表為不計較咁樣付出自己粗壯嘅臂彎。或者試下大平賣老實、大平賣聰明、大平賣乾淨、大平賣鬆弛、大平賣惡劣等等啦。界開好男，圖男這花瓣，這花瓣呂先生愛花瓣，界花瓣這花瓣界一晚，哇好長啊！係嚟自黃依文嘅界男。
其實好多人都未必明白心情仍然很爛，但仍覺燦爛呢一句嘅。但要解開呢個謎題，就要睇下全曲嘅最後呢一句，亦即係利用咗轉化嘅修辭手法，將物以人，將人以物，亦即係全歌最撲朔迷離、耐人尋味、入木三分、絲絲入扣、繞梁三日、龍馬精神嘅地方。試諗下，一個人解開咗花瓣之後，發現好難，跟住仲要塗藍佢，跟住仲要繼續戒，仲要戒成晚咁耐添。究竟係點解？原因好簡單，其實歌詞嘅深層意思係講述到青少年嘅濫藥問題。再回頭品味一下，心情仍然很爛，但仍覺燦爛，就會發現到佢畫龍點睛嘅作用啦。嗨大咗啊嘛！真係嗨大咗。別講少，小鳥爆開了，係嚟自古巨基嘅爆料。喺呢度要再次恭喜古巨基再度上榜。呢句簡單精要易記，用小鳥去比喻一啲嘢，同時亦都令我明白到笑其實係唔可以亂講嘅，因為好容易就哇！講少，小鳥爆開了，好痛啊！誰的老母性感很多人 call？ 誰的老母性感很多人 call？ 係嚟自謝金燕嘅別別別。呢句包含咗中英兩文、國粵兩語，創新感覺一流。其實呢句嘢大家都誤會咗啊！其實如果老母真係好性感嘅話，係真係會有好多人 call 嘅。更令人反思嘅係，如果邊個嘅老母冇人 call 嘅話，咁就代表佢唔性感啦。亦都有人話老母唔係老母意思。男人心一字馬，讓女人心擔驚受怕。男人心一字馬，令女人心擔驚受怕，係嚟自林保怡喺《智勇新境界》嘅主題曲《一字馬》。其實呢首歌太難解，小弟都冇辦法解釋得到。不過如果真係要解釋嘅話，男人心一字馬可能係表示男人嘅心把心一橫嘅意思。同樣以後大家寫作文都可以利用呢啲抽象嘅借代方法嚟寫㗎。例如話男人心吊雙環就表示一心兩意，男人心高低降就表示心忐忑不安，唔上唔落。如果男人心平衡木就代表步步驚心咁解。要活學活用，咁下期再同大家繼續倒數啦。下期嘅10大交詞將會由觀眾選出，有意者可以寄信到九龍塘理想酒店看更陳百秀，或者留言到以下嘅 comment 處。Facebook 都得，拜拜。男人不一字馬，讓女人見禮也能牙。若鮮花也除了，人再貴我亦無價。